點解巴士可以喺馬路上行駛？點解工廠可以製造玩具同文具？點解夜晚街燈會着，而手機叉完電又可以繼續用？呢啲事情嘅背後，都有一樣好重要嘅嘢，能源。能源唔一定睇得見，但我哋可以見到佢嘅效果。例如，能源可以產生光，令盞燈照亮我哋屋企；能源可以產生熱，等我哋可以煮熟食物；能源亦可以產生動力，令巴士、機器同電器運作。咁能源究竟係喺邊度嚟嘅呢？太陽係其中一種能源。太陽會發出光同熱，太陽能板會吸收陽光，將太陽能轉化成電能。當水由高處流向低處，流動嘅水可以推動機器，產生水力能。風都係一種能源。當風吹過風力發電機，扇葉就會轉動，產生風能。呢啲可以不斷補充嘅能源，叫做可再生能源。有啲能源就藏喺地下，例如煤、石油同天然氣。呢啲化石燃料係由好耐以前嘅動植物，經過非常長嘅時間慢慢形成，所以佢哋嘅數量有限。我哋叫呢啲做不可再生能源。我哋嘅日常生活其實每分每秒都需要能源，無論你搭車、開燈、用電話，定係工廠製造我哋每日使用嘅產品，好多時都會消耗由化石燃料產生嘅能源。除咗會消耗不可再生能源，亦容易造成污染，例如破壞土地同水源污染。所以世界各地都努力轉用可再生能源。可再生能源永遠都用唔晒，並且更加乾淨，對環境造成嘅污染亦更少。不過，建設可再生能源設施並唔容易。例如，建造風力發電機同太陽能板需要好大嘅空間，而建造發電嘅水壩就需要有一條水流充足嘅河。所以我哋要盡量節約能源，例如順手熄燈、熄冷氣，多啲乘搭公共交通工具。能源幫助我哋生活，而節約能源就係我哋每一個人都可以做到嘅事。